你最近有没有发现，孩子用3C 的时间比以前多3倍？干涩，视力掉很快，盯着功课却看不清楚，近视、散光、畏光。眼科医生已经讲到没力，需求爆炸等于妈妈的机会。这些问题不是1、2个孩子，而是整个时代。需求大到任何会用手机的妈妈都能切入，零囤货、零风险，14天买1保证。我不敢做压力大的副业，我只做没有库存压力、没有风险，还没用视力表看见变化的。真实成效，市场巨大，妈妈最需要。每天都有妈妈跟我说，孩子真的看得比较清楚了，这不是运气，是趋势。本周五唯一1场斜杠直播，如果你也想让孩子眼睛更安心，同时多一份不用靠运气的收入，本周五的直播绝对不能错过，因为这次是你真正能跨出去的第一步。